Hello，過嚟葵涌咧，同大家睇一個宏達工業中心一個6萬幾尺嘅單位啊。咁我哋而家去睇一睇。宏達工業中心喺葵涌嚟講，屬於比較優質嘅工業大廈。佢個設施好齊全，貨 lift 方面都有成20部，客 lift 有4部。到1樓嘅卸貨區，而家入去睇睇個卸貨區有幾大先。喺1樓有個好大嘅卸貨區啦，有充足嘅貨台、上落貨位。呢度嘅停車場入口有3.8米，可以入到40尺櫃，有個高大嘅大堂入口啦。呢度有一個全層放租放售嘅單位，建築面積大約有成69,421尺。呢層屬於車道樓層，咁呢度上落貨之後呢，經過呢一條路就可以入返單位入邊啦。呢層屬於樓底比較高嘅，大約有4.12米，陣底方面都有成3.4米㗎。歡迎聯絡我，隨時約睇單位。